廣東歌站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Moon 聽。我而家都幾享受同埋習慣，即係可以周圍去唔同嘅地方去表演。我有個少少 routine 咯，即係發現自己可能例如表演之前，我一定要朝早去出少少汗，跑個步，跟住食個早餐，然後就準備去 rehearsal，去 sound check，跟住就表演咁樣。跟住我幾中意呢個 routine 咯，因為咁樣好似去到每一個站，我都清晰嗰一日就係我要唱歌嘅日子咁樣。然後每一次去完一個站翻到屋企呢，我又有一個 routine 就係我一定要即刻第二日去翻我住嘅個區散步，咁我就會覺得我翻咗屋企啦咁。咁我覺得呢個感覺都幾好，即係每一日有新嘅環境，又有對嗰個地方有新嘅理解，同埋又認識當地嘅一啲新朋友，咁我覺得係幾開心咯。呢份工其實係有好大嘅分別，因為25+1其他站呢就係 acoustic 嘅 set up 啦，即係淨係得兩個樂手，有 Nick 同埋 Justin 同我一齊去將全部歌變咗做 acoustic， 然後唱90分鐘。咁其實都幾攰，但係同時係有少少好似翻返去我當初唱歌嘅嗰一個感覺啦，就係好簡單嘅樂器同埋我唱歌。然後去到澳門呢，就會有少少似上年嘅25 concert 咁樣，就會 full band。但係今次個台就大啲啦，同埋大家終於可以坐喺度細心聆聽我唱歌，因為我覺得個歌係好適合坐喺度聽。然後今次都會嘗試跳唱咯，第一次跳唱究竟係咪新歌呢？就到時大家嚟睇就會知道㗎啦。但係我好開心係今次跳唱都係邀請咗呢幾年一路教我跳 contem 嘅老師圓圓啦，同埋一路同我一齊跳舞嘅朋友去，即係都好熟悉我嘅朋友一齊去跳咯。上台之前呢，頭先都有講就係我一定要跑步啦，我要出汗，要去做 gym， 要嗰一朝要好清醒咁樣。咁我就會一路行機嘅時候呢，就會聽歌。咁每一站聽嘅歌都唔同嘅。咁我通常會揀一個歌手，例如我記得其中一個站我係揀咗方大同啦。咁嗰日聽完方大同就會 set 咗一個當日嘅 mood 去唱嗰日嘅 concert 咯。例如我聽完方大同嗰日，我就會記得我今晚要記住用心去唱歌呢一個感覺。咁呢個就係嗰日嘅重點。咁每一次都有唔同嘅重點咯。咁呢個應該就係我嘅 routine。同埋我冇乜點樣食嘢咯，可能食隻蛋食幾啖咁樣就會要表演啦咁樣。佢就啱啱上咗架，咁就係叫 Take 3，然後係一首比較 dark 啲嘅歌咯，比起之前咁就有態度啲，都係一個新嘗試咯。呢個旋律啊，我會形容佢係慵懶、態度同埋辣覺得首歌嘅態度都係比較即係有 power 啲嘅一個角色咯。其實未必係我嚟嘅，只係我咁啱我寫嘅時候覺得好好玩啦。咁就好似做咗一個新嘅角色出嚟咁，即係我中意點寫就點寫，就出現咗呢一首歌咯。個 album 嘅嗰個主題係咪圍繞電影呢？我諗就未真係完全 set 嘅，但係我喺寫嘅過程入邊，的確係嗰一句係睇有好多首歌都係睇完一套戲跟住就寫咯。即係例如我嗰排睇翻呢個鬼喪屍新娘，跟住我就寫咗一首歌為咗個新娘，因為我睇到喊，因為我都好想結婚。跟住或者我有睇一套戲係關於雪女嘅，咁我都寫咗一首關於雪女嘅歌。然後係咯，好多呢啲全部都係比較孤單嘅女性角色，咁我就應該係呢一個方向去發展咯。所有歌都係已經有 demo 咯，但係就未整好，未寫好晒詞嘅，就慢慢一路 tour 一路製作咯。因為我諗我冇咩 expect 啲咩，我不嬲對於未來係我會期待，但係我冇乜
expectation 咯，因為我唔想限制咗自己嘅想像，即係我覺得因為我對未來冇真係一個規劃或者expectation 啦，咁所以我每一次去到任何一個 point 咧，做到任何嘢我都已經覺得係 bonus，即係我會覺得哇，完全冇諗過我會即係可以去唔同嘅地方 tour， 或者完全冇諗過我1年後已經可以有即係再開演唱會，再繼續延續25呢個 album， 所以我覺得每一步、每一個過程、每一個站都係好，對我嚟講全部都係 bonus 咯。咁所以我好享受，暫時仍然都係好享受每一刻。我嘅新歌 Take 3已經可以係唔同嘅平台有得聽啦。咁無論係 MV 定係呢一首歌嘅曲風咧，其實都係一啲新嘅嘗試啦，同埋都有同一啲好朋友一齊，好大班人一齊製作嘅一首歌，係製作過程係超級開心。咁都好期待未來更加多歌可以俾大家聽到啦。然後我5月16號就會喺澳門嘅百老匯舞台嗰度進行我嘅最後一站25+1，希望大家會嚟參與啦〜